牙套，这个台语倒一个词上侪人讲。哦，上侪人讲的哦。哦，李秀这边是起桥。哦，是安怎？咱啊牙套大家拢知嘛。对对。啊，是不是爱桥？对。哎，嘿，爱桥。所以我简单讲就是起桥。是。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起套。起套。规个套起哩嘛吼。哎，冇道理咧。嘿啊，虽然讲套起了嘛是爱桥，但是上主要是爱套起啊。我是无听过起桥。嘿啊，因为我之前有挂过嘛，啊我阿嬷嘛是有讲安尼起套，我是安尼听呢，对啊。套啊吼，我有听过啦。啊起桥吼。一般咱是人安尼讲吼，若要来输赢的时阵哦，起桥要桥什么代志，安尼较有听过，所以我感觉较无可能。这个起套这个词，咱感觉讲较直接，所以讲接受度就较悬。啊，其实桥嘛有桥的这个伊的用意啦吼，就是讲伊的功能是为着可能要桥好食嘛。对。对，所以但是上侪人选的也是起套啦。听出